快下来吧！云峰，以后还得多练呐！瞅你这小膝盖，我细腿了。哇，这就是墓穴。云峰，欢迎入行。咱们运气不错，这墓道没塌。走吧，开工。等等，有东西啊！咋了，老三？我操！这墓他妈叫人给摸了，喝花牌了，到他妈南边那帮人搞了，真他妈浪费老子时间！妈了个巴子！大头，这墓让人摸了，去主墓看看，要是没东西，直接上来吧。好的，走。哎，二哥、三哥，我好像闻到一股烧烤味儿。烧？快！不好，是嫩香！啊？是什么问题啊？云峰，快收给我！啊！你干啥呀，哥？啊！这墓里有血，大血！真的假的？你别骗我啊！云峰，干咱摸金倒斗这一行，最怕遇见四大邪：刀起验了真木兽，丹如化了奇难香，红旗不烂了黑棺材，灯油不干了长命灯。要是遇见这四邪，得有血来破。妈嘞！前有抱丧鸟，后有奇难香，这墓不太平。云峰，一会儿你跟紧点啊！好。走。啥也没有啊。老三，这俩耳屎。对了，这样，云峰，你去西门耳室看看有没有啥东西，俺俩去东边。二哥，我一个人啊？对啊。不行，我害怕。俺兄弟俩搁这儿了，你怕啥呀？去。我一个人啊。咋？你没问题。东家勿怪，我只是求个小财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还想吓唬我？那缸里是不是有东西？好臭！这啥？这难道是墓主人的尸骨？西周到现在还没来成场。不怕不怕，这人都死了几千年了。二哥、三哥，我被蛇咬了，救我呀！云芳，云芳，我在这儿。云芳，云芳，你咋了？是，给哪儿了？在这儿。云芳啊，你这伤口不是蛇咬了呀？我看也不像蛇咬了。云芳，你头晕不？那就没事了，回去看下医生就中了。巴豆，那个东儿是逃完了，但是底下俺转了一圈了，没发现那个主墓室的痕迹啊。你们先回来吧。啊，走吧，先上去。走。等一下。啊！总感觉这里面有东西。又咋了，云芳？我的手，刚才就是掏这口缸的时候被咬的，里面很空。你们说，有没有可能，主墓穴就在缸底下？哎呀，谁家主墓穴能放到一口缸底下呀？哎，我倒是觉得云峰的猜测不无道理。这个左右而视，从中间开始堵死，按照古代的风水学来说，这个应该就是断头墓，很不吉利。那咱们试试看。巴豆，有新发现，注意安全。好。哎，小心里面有蛇。嗨，这个看我来。蛇怕啥？这个东西最怕火，我一把火把它送回老家。还得是老三呐。走。来，往后站一下。不是蛇，这是石角钳。啥？竟然是石角钳？啥是石角钳啊？这是一种头上长着白触角的地角仙。10万大山里，老一辈的苗人说这个叫石角仙。他们只活在死人堆里。云峰啊，石角仙只吃腐肉，那就说明这缸下面有人，刚死不久的人。按照我们在墓道里面发现的东西，这底下面有可能就是南派耗子的尸体。那咱们还下去吗？下，富贵险中求。老三，下。
小心，慢点儿。老三，你慢点啊！木要塌了，快救我！咋回事？老三什么情况啊？下面不是木，那是啥呀？是一座宫殿。二哥，快下来！好，下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咋了，三哥？这啥骨头？几千年都不烂。这不是周朝的骨头，这不几个月以前了吗？哎，你们看，这还有矿泉水瓶子。哼，果然是那些南方的老鼠。那妈了个！哎，他们咋会死在这里？不知道，唯一的解释黑吃黑。走吧，不管了。走。哦。咋了，老三？这上头写了啥呀？二哥，岳峰，我们到此为止了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啥意思啊？墓都找着了，不能进去啊？不能再走了。这4个字是戒字行宫。戒字行宫。这座墓的规模已经超过了马王堆。咱们打开了一座国家级大墓。老三，你说这个地方有镇国级文物？没错。哎，啥样的叫做镇国级文物啊？四目无顶、四羊方尊、马踏飞燕、青铜血方雷，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是稀世珍宝，独一无二的。只要敢碰，最少都是无期。这件事情太大了，我先问问把头。把头，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该怎么办？老三说的对，此事已经太大了，你们先上来吧，注意安全啊！知道了。玉峰，上去把青铜器收拾一下，咱们准备撤了。好。这是哪里？不好，里面东西出来了！里面东西出来了！什么东西出来了？二哥，前辈！
风，你别吓唬人啊！我连东西都没看到才。什么都没有吗？啊！可是刚刚我……难道是幻觉？嗨，也正常。你第一次下墓，剑走偏锋，难免有些紧张。或许吧。哎，今天咱就操了一个耳饰，晚上回去好好休息。今晚咱还得继续下墓呢啊！云峰，你先跟二哥上去，我电话。哦，走吧。这么大的一扇青铜门，不会真的出了事情吧？哎呀，青铜器呀，这么多，咱们要发了呀！嗨，红姐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那青铜门后边肯定还有宝贝。真的？就是那门太重了，我们打不开。啊！把头，那个界侯太子是什么人？你认识吗？哎呀，这是一个史书上有记载的人，没想到让我们误打误撞上了。那咱们不是要发了吗？对呀。既是机缘，也是劫难。老大，这批货先别出手。若是消息泄露，会招狼。南边的狼，不止，这批肉太肥了，就连那些野狼、恶狼闻到味儿也要过来。啊，把头，那我们还挖吗？挖呀，富贵险中求，但必须得赶工了。5天内把洞里的东西掏空，然后立刻离开顺德。行，替吧。行。我现在就找人去掩盗洞。小峰峰，要不要跟姐姐来啊？姐姐让你当我第45个男人啊。行了，你先去吧。云峰，你去把今天的土散了。记住我教你的，要是被人发现，咱们都要吃牢饭。得嘞。这倒是个散土的好地方。喂，你干嘛呢？啃电鱼，你胆子真大！电鱼？我不是。你说不是就不是啊！我妈是城楼保护员，跟我走。别转！我说我不是。哟，静静，真能干，这是又抓了个电鱼的。那是。我听说呢，你刚刚考上大学，要不要我给你算算前程呢？得了吧，我可没兴趣。不过你倒是可以给他算算，他是不是电鱼的？也行。来，小伙子，把你的出生年月日写下来。看我干嘛？写啊。你咋了？这小子是不是电鱼的？小子，你这命不简单呐。您算出什么了？水浅池子深，池浅王八多呀。你呢，就是这池子里最值钱的王八。哼，可惜了，逃不过命运，最后让人宰了，做成王八汤。你骂谁王八蛋呢？老东西！小伙子，别着急嘛，以后
你就全知道了啊！跟我走，我都说了我不是了。走。时隔多年后，我才明白，他的那些话可谓是字字珠玑呀。如果还能再见他，我愿花100万重金请他再算一卦，算一下我向云峰今后该何去何从。来，坐，小同学。还不给人道歉？你连问都没问清楚，怎么就能断定他会电鱼呢？我这不是怕他抓白江豚吗？抓一个悬赏有500块呢。咱家现在缺钱，那也不能冤枉人。知道了，对不起。来，小同学，吃菜。李大全，李大全，赶紧出来还钱！再不出来还钱，我就把你老婆孩子全部干死！他妈的，有钱吃鸡蛋，没钱还老子！我让你们吃！老婆！喜欢吃鸡蛋是吧？来，把他们全给我吃了，我就放过你们。小婊子，叔叔，我们请你们吃鸡蛋啊！你们太过分了！对呀，我们就是很过分呐！来，吃！你们这太欺负人了！你他妈是哪个虫？你谁呀？我是李靖的同学，你们要是再胡闹，我就报警！报警？哼哼，报警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他妈敢报警？操！云峰，操！别打了！我吃。吃一口可不行哦，要全部都吃了。好，我吃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他没在家，家里只有我们母女，你放过我们吧！到时候我挣钱还你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大哥！我和你们拼了！别吃了，别吃了！只要你爹欠债不还钱呢，别吃了，再吃下去真的会死人的！动嘴，给我干了！操！住嘴！够了！我吃完了，放过元芳！哦，还真吃完了。哟，今天我们算没白来哦。可以，我再宽限你们几天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下次再来，可就没这么轻松了。哼，我们走。你怎么样了？小同学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伤了。刚才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啊？我爸这几年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他们5万块钱。这么多钱，不吃不喝，2、3年也还不上啊！这就是命运。对了，小同学，你家住哪儿？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没事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元芳，这
些给你，医药费。不用了，你家里也困难。没事儿，这是我奖学金。对了，你大几啊？那个，我大2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，云峰？散土的时候掉坑里了？把头，我让人给打了。谁他妈干的？看你小子一脸不服气的样子，怎么想把厂子找回来？想，把头，我觉得我吃亏了。那你就忍一忍，等咱们把这事干完，这仇我给你报。谢谢把头。所有人都会死。云峰，你这手，这是咋了？哎呀，可能是细菌感染了。这样，你晚上就别下去了，去医院好好看看。好。老二，我怀疑这主墓是被埋下去了。你今天晚上下去带铲子。妥了，那咱们就晚上见，各忙各的去吧。云峰，你这个手，你得赶紧去医院啊！你千万不能耽误了。我这就去。啥病啊？连医院都看不好。云峰，李靖，不行，不能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。云峰，哎，云峰，云峰，云峰。夏云峰，你醒了。没事吧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家。你昨天晕倒了。哎呀，您可来了。人呢？啊，就在屋里，说是被蛇咬了。你们都不要进来啊！静静，哎，快出来，别打扰婆婆治病啊！好嘞，妈。后生，你哪里被蛇咬了？这里。这不是被蛇咬了，这是狮脚仙。你认识？当然，我们苗家的老一辈都是用这种东西下蛊。我会死吗？会死的，而且你会死得很惨很惨。婆婆，你能救我吗？我能给你钱，我不能死。可以，但是你得告诉我，你自己是做什么的。对不起，婆婆，我不能说。我向云峰不是出卖朋友的人。哼，跑江湖的，能有你这种品质，真是难得。静静，把婆婆车子上的盘子给我拿过来。嫂子准备好了。你这丫头真是聪慧。没事了，明天就好了。你先休息吧。
谢谢你婆婆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李靖救了我一命，你们的恩，我一定会报答的。年纪不大，何必背负那么多东西呀？走了。你怎么样了？不疼了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死在外面了。客气啥呀？我向云芳不是知恩不报的人。没想到向云峰你还挺讲义气的嘛。喂，快回来，老二昨晚在坑里失踪了。什么？把头，怎么回事啊？老三，你说吧。昨晚我跟二哥下去找朱木，老三啊，我去先到青铜门那儿摸一摸，看看能摸着啥东西啊。二哥，你自己小心点儿，等着我啊。打那以后，我再也找不见二哥了。把头，让我再下去一次。老三，冷静，这事儿有点蹊跷啊，咱们要求援。报警！报警啊！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啊？难道你想要进去吃10年窝头？这个时间，人差不多应该来了。哎，快进快进！哎，去。哎，认识一下，姚家兄妹，姚彻、姚玉门，道上有名，家学渊源，尤其是他们的叔叔，是咱们行里大名鼎鼎的牛人，姚师爷，百度上都能搜到。见过2位前辈。新人，客气了。这次来呢，主要是请玉门姑娘帮咱们破解墓穴中的机关。我不保证会有效果。今天晚上，咱们一起下墓看看。好，只要能打开青铜门就行。哎，一切听姚姑娘定夺。那就今晚12点下墓。云峰啊，你去准备一些淡水和压缩饼干，晚上跟他们下去。把头，你不下去啊？我怀疑有人已经在暗中盯上咱们了，我在这边统筹，去买点东西。好嘞。云峰，李靖，向云峰，你这么有钱啊？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没什么，就是做点服装生意。这样啊。怎么了？云峰，我知道你家有钱，你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？只要你借我钱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昨天晚上要债的又来了，他们说，要是我再不还钱，他就把我丢河里。
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去卖，去当小姐，去陪好男人睡觉。你又何必作践自己？我真的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。好，我帮你。求求你了，我只能靠你了。天黑还早，好好休息。怎么了？把头，你还记得我提过的李家母女吗？救过你一命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做什么？把头，李家母女救过我一命，现在他们遭殃，我向云峰知恩图报，求您借我5万块。哎呀，这5万块可不是小数目啊，够普通人家赚10年了。我可以借给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把头，请讲。不急，先搁着，等以后我需要的时候，你再还我这笔账，如何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是5万，1分不少，拿去吧。谢谢把头。云峰啊，这趟活很危险，生死未卜。你欠了我王先生的账，那女孩欠了你的。你要是觉得亏了的话，就上了她。这是5万块。向云峰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小云峰，我说话算话，我是你的了。就在这儿啊？当然不是，咱们去旅馆。那天晚上，我鬼使神差的跟着李劲儿去了小旅店，人生第一次，虽然有些磕磕绊绊，但总之很令人回味。小崽子，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把头，行了，我在上面为你们护航，下墓吧。哎，给我。走。不对，这墓穴中的灌顶不是南方的石头，而是洛阳的青叶岩。史书记载，这解后袋子只是一个小诸侯，咋可能从洛阳把石头运过来，而且还那么多的石头？我觉得有一种可能，史书记载有墓。云峰说的不无道理。这就是那扇青铜门。
二哥可能就是在这里失踪了。这扇门按照我们现在的人力打不开。打不开？能炸开不？不行，这么大的墓葬群，除非你们想死。等等，我问问把头。把头，情况就是这样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各位，姚姑娘说的没错，此事已经太大了。你们都上来吧，老二不吵了。行，把头，知道了。走吧。你妈！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你妈！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这块自来石少说有10点，除非炸开，否则太难了。你说二哥还活着吗？我不清楚，我不管，就算只是个骨头，我也要打开这扇门，把二哥救出来。老三，走，走了。三哥，走吧。把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计划有变，我就让陈红把盗洞回填。老大，你尽快联系买家变现，咱们要趁早离开顺德。好，知道了。走吧。走吧。二哥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二哥，我们要分钱了，你快点回来分钱吧！别说老二了，老大这一走都是好几天了。不会被抓了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三哥，那我也出去一趟。你走吧，我还要研究这石门，把二哥救出来。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客气什么？那今天晚上……好呀。玉姐，元芳，正好，我有事要找你，进去吧。啊？我能自己回家。好。元芳，你团队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没事的，自己人。把头的意思是尽快抽身，离开这里。王把头还是有轻重的。记住，你们离开顺德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咱们这一行水太深，阴谋、阳谋、鬼谋，一盘局错综复杂。你要是再回来，
恐遭大难。你要是再回来，恐遭大难。知道了。你少年入行，要是忠心耿耿地跟着王显生干，前途似锦。对了，云峰，你相信这世上有山魈鬼神吗？不信，人死鸟朝上，不死万万年，哪有鬼神啊？云峰，你身后站着一个饿死的梅兰老太婆。行了，玉门，看来这小子也不是普通人，你就别捉弄他了。给你，这个东西就当做护身符吧。谢谢玉姐。客气什么？三哥，我回来了，给你带来吃的。三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云峰，我找到打开自来石的办法了。咋打开啊？拐子针，用加粗的拐子针就能打开。咱们在石门上面打个洞，然后用拐子针勾里面的自来石，就是开门的装置。不行啊，我听别人说自来石很重，就算拐子针加粗，也要40-50人一起拉才行。不用人，我们用这个，你看，用这个。你要用小牛犊？没错，人再加上3头牛，肯定能够拽偏自来石。3头小牛犊子能拉得动？洞口虽然小，但是我们把小牛犊子运进去，我们在里面养，把小牛犊子养大了，就有力气了，然后就能打开了。三哥，你没发烧吧？不是，云峰，你说干不干？那把头呢？把头现在退役已决，而且老大也没回来。老大回来了，老大早就回来了。咱们这样背着把头行事，真的可以吗？再怎么样也不能让老二就这样死在里面。我们一定能将老二带回来。红姐，没想到这件事情你也加入了，事成之后有你一笔。行了，别说这个了，把老二救出来再说吧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老大回来了，还要叫上云峰，一起下墓去救老二。王把头不愧被人称为银狐，这做局的本事确实厉害，把自己人都算进去了。别忘了，这趟盯上界侯墓的不只是咱们，更有当年横行江湖的长春会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一群老江湖盯着一座墓干嘛？根据野史记载，界侯墓中的界侯身负长生之谜，而长春会的郑大胆儿时日不多了。所以，你的计划就是利用向云峰4人牵动长春会众人的目光，咱们趁机破开长生之谜。不，我对长生不感兴趣，我的目的是埋葬在界侯墓中的一件天外来物。此物很值钱吗？一文不值，但却能揭开世间神灵的秘密。郑兄啊，大家伙不敢来劝你，我可得说你2句。世人本就难逃生老病死，我劝你该放下了。诸葛兄，我不是放不下，只是为了长春会，我还不能死。我一死，我们会内必生大乱。虽是如此，可你不能把希望都放在那什么古尸身上吧？我懂，但哪怕只有1/1000的希望，我也想试试。
我还不能死。小柳头，会长，时机已至，你们3人带着那几位研究员迅速去顺德，如戒侯戴子木带回尸身，破解戒侯永生之谜。是。各位分钱了，1沓1万，1包10万。哎，老三，这你的；老大，你的。好嘞。嘿嘿嘿。小红啊，哎，这是你和你手下兄弟们的，这趟活辛苦了啊！小红替弟兄们谢过把头。云峰啊，你刚入行，也出了不少力。别嫌少啊！把头，这是多少啊？13万。13万，都够我们家种10年地了。老大，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啊？把头，我跟老三还有云峰，我们商量好了，准备去东莞玩玩。下一趟活我们再听把头安排。哦，你们3个一块儿去东莞？哎呀，让云峰去长长见识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北京。我可告诉你们呐，可别背着我乱搞。那怎么可能啊？不会的，肯定不会啊，把头。这个局成了。怎么样，小冯？现在下面的牛可壮实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下去开幕了。三哥，你这脑回路可真牛逼，在大木下养牛，这办法太操蛋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行了，咱们赶紧干活啊！走。来，木剑，拿着。老大，好了。我姐，接下来就靠你们了啊！来，准备，来，1、2、3，来！1、2、3，来！咱加把劲儿，给我他妈的！开了，门开了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！走。等一下，你们闻到什么味道了吗？闻到了，很重的奇难香，这木中邪气冲天，你们赶紧去吧。怂什么呀？都到这一步了，走，走，走。这是没有主墓，只有棺材。这些不会是西周的殉葬坑吧？小心！撬棺，
支锅阵，南边的老鼠。支锅，这是干嘛的？南派招募的成果，相当于咱们北派的把头。清朝以前就元良，再往下面就是大金监和立功。这么高的位置，怎么会死在这儿？应该是以下犯上，黑吃黑。也不一定，这会儿南边的人射了不少，咱们还是当心为上。没错。都坐下，都别动啊！怎么了，三哥？这里阴气很重，真他妈不吉利，都小心点儿。走，咱们继续摸，拿着。大哥，三哥，红姐，大哥，三哥，红姐，云峰，你在哪儿干啥了？二哥，云峰，我给这儿了，快来找我呀！还我命来！云峰，你疯了？跑哪儿去了？抓了我疼死了！你们刚才都去哪儿了？我刚才怎么没有看到你们？云峰，这不好好的吗？刚才我们在找入口。大哥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二哥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刚才就我们这几个人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不对，他没有眼花，我也看到老二了。啊，这是不是闹鬼了？不可能！应该是这个东西闹的。你们先别动，等我一下。把手都伸出来。像我这样，一口气用鼻子吸进去。这玩意儿可真够劲儿！哎，幻觉好像消失了。确实感觉消失了。妈嘞！幸好我在来之前多留了个心眼儿，找道上的朋友买了这个行魂药。这是怎么回事，老三？这个南香味儿加上老脸黄白，是一种防盗墓的手段，是以前那些巫术方式配置的，就是让人产生幻觉。怪不得我之前频繁出现幻觉。这些南派的家伙应该就是产生了幻觉，才导致了自相残杀。再晚5分钟，我们都要死啊！他们这是想借刀杀人？没错，现在都清醒点了吧？这东西这么厉害，从哪条道上借的？民国之前混江湖的，除了偏八门、正八门、阴七门，还有个天桥、八大怪、金皮、彩卦、平团、相柳。我这个就是从八大怪中的瘸子香借来的。哎，三哥，这民国的八大怪到现在还要传人？只要江湖在，人自然就在。我这个朋友一株迷魂瘸子香只是这些奇人之一，另外还有风流乞丐花剑柳、战唐人张小红、苏秦背剑小廖头、梨花大鼓小松茸、奉天落子魏国通、金门说书白玉清、北平流星王绍元、飞檐走壁燕子李等等，这些无一不是身怀绝技之人啊！有机会我一定要见一下这些江湖奇人。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咱们继续摸。小心点儿。走。这地宫可真是够大的。哎，这怎么有一具无头雕像啊？啊！快，你们看这儿！红姐，你先别动。
云峰，小红，快跑！红姐，跑！你想要风风光光开着大奔回家，跟我好好干，2年内必成全村首富。红姐，小凤，小凤，红姐，我腿断了，红姐，红姐，我腿断了，没断，扭伤，还好咱们命大，下面有条河，来，起来。红姐，谢谢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客气什么呀？赶紧脱衣服呀！红姐，你想什么呢，臭小子？脱衣服拧水，不然你想室温冻死啊？那红姐，你要不先转过去？老娘什么大枪大炮没见过，还怕你这童子鸡？麻溜的，赶紧脱！好吧。红姐，怂样儿。那，赶紧穿上吧。好，谢谢红姐。我们得赶紧摸出去了。红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脚好像被蛇咬了。什么？被蛇咬了？红姐，红姐，红姐，这怎么办？红姐，红姐。不管了，先出去再说。你谁啊？我终于见到活人了！你是北边钻洞的老鼠吧？一江水看2江井，山上砍柴，山下烧火，敢问元良，曾拆得几道球门？一袋土装西南，一把铲挖东西，鹧鸪卸岭走水路，轻功水上漂，土里小地楼。你是那伙提前进来的
南边老鼠。差不多吧。你们团伙其他人呢？哎呀，这估计都死了。我命大，这掉进了河里，我是吭吭哧晕活着。他们是怎么死的？哎，看你小子人不大，心挺鬼呀。你放心，我没杀人。哎，对了，你把头是谁啊？王显生。好像听过几次这个人呢。回太久了，我记不清了。哎呀，你们的把头是不是叫支锅陈？哎，你见过老陈了？哎，已经烂了。哎呀，老陈呐，你都坚持这么久了，没想到你最后还是没了，一路走好。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吉安，不是，你在里面待了那么久，没有找到别的出路吗？出去？你以为这是普通的墓吗？走，你带上这娘们儿，我领你去看看去。搭把手。哎，好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走到这儿，看出来了吧？这座西周大墓上面也是这个构造，整体来看就是个 T 字形状，和这条地下暗河的水流方向基本一致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小子有眼力劲儿啊！没错，此乃飞鹅山下的印龙脉失阴地，而墓主选择葬在这里，八成是想利用龙脉的滋养重活一次。这墓主人想做阴姿师？没错呀，藏经有云：师者若失阴滋背，靠阴山，头枕阴象，脚踩阴地，则为大仙。一旦发现，生人勿近呐！这都上千年了，不会真成阴姿师了吧？哎呀，你这别问我，我不敢想，我怕我想多，我都走不出去呀！这不行，前面太危险了，我得等红姐醒了再说。哎，烂泥上磨屎尿多了，这是。嘿，向云峰。怎么了？你摸到鬼了？没什么，做了个梦而已。水。来，红姐。红姐，你终于醒了。老娘我差点折在这儿。谢谢你，小峰峰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。没什么，互相帮助。你谁啊你？南派土工大金尖儿，白剑生。北派后勤陈红。红姐，白土工说前面没有路了。
南边老鼠说的，我可不信。哼，非君子与小人难养。你放你娘的狗屁！哎，怎么着啊？去干架呀？怎么着啊？哎，你过来，来呀！来呀！来，你过来！来呀！哎，行了，别吵了。还是小哥懂事儿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是人？啊，不对，不是人！不好，快躲起来！是，那是什么？山魈！他奶奶的！这地下洞穴中居然还有这种东西生存！看来要活着，咱们还是要合作出去。哎，北派的后金陈红是吧？这小哥说的没错，咱们活着出去再说。江湖上的恩怨，江湖上再争，你可同意啊？行。你们看，在干什么？好像在吃东西。这腰带，这腰盘，他奶奶的，这是我兄弟啊！你干什么？我跟他拼了，敢抢我兄弟！我跟他拼了，他抢我兄弟！先冷静，你这么冲上去，不仅杀不死他，还会折了自己。咱们应该从长计议。你说的没错。那山魈好像走了。嘿，赶紧走啊！走。大人小心，山魈没走，山魈只是藏了起来。我们进入到他的领地了，南派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刚耽误时间，我们都过去了。不就是一只臭猴子吗？我他妈闹死他！你别冲动，这山魈很狡诈，如果这么冲上去，你肯定是送死啊！那咋办嘛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咱们可以先进去一个人，把山魈的注意力引走，剩下的2个人就可以平安过去。好主意啊！那谁去当这个大冤种啊？你们看我干嘛？要不是因为你刚才要去救人，我们都过去了。你不去谁去？行，我去。不，这么痛快啊？咱又不是敢做不敢当的人。以防我死在那个猴子手里。有件事儿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白剑生不仅是土公，还是平门白春典的后人。什么？你是八大怪白老怪的传人？没错。好你个老东西，还藏了一手。哎呀，毕竟南北不两立嘛。不过现在大家都敞开说了哈，我死以后，你们替我传个消息出去，就说春典平门白剑生死在了顺德飞鹅山里啊！你们这些江湖人真是奇怪。哎，以后你就懂了，江湖人不怕死，就怕死的窝囊啊！那我出去以后就写本书，
叫《北派盗墓笔记》，指定把你写进去。我看行啊，不过你也别小瞧了我们白家可是有绝活。这吃饭的家伙，我可一直没丢。你们就看好了。一块醒木下6分，上至君王，下至臣。君王一块下百官，百官一块下万民，僧人一块说佛法，天师一块说鬼神，一块醒木走天下，说人说鬼说是人。山魈好像真的停止动作了。这绝活有点东西啊！别说这山魈着迷了，就连我这2条腿，感觉像过来牵一样。别愣着了，赶紧走！走！老少爷们儿，今儿不说《三国演义》，不说《封神》和《聊斋》，今儿咱们就说武松打虎。没想到最后救咱们的，居然是一个南派的人。江湖虽然老了，但道义仍旧在。那咱们等他吗？都等了半个小时了，还没上来。算了，走吧。这上面是什么话呀？周穆王八骏图。什么？周穆王八骏？对。怎么会跑到一个南方诸侯王的墓葬里？开山为墓，青石灌顶，黄肠题凑，活人殉葬，地下花园，人殉祭坛。我入行20年以来，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地宫墓葬群。这介侯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不是周天子，但绝不弱于天子。谁知道？岳房后街。大哥，三哥，我们在这儿。侯姐，岳父，太好了，终于看到你们了，我还以为你们挂了。别，真是老天开眼了。别提了，我们俩呀，九死一生。要不是因为遇见南派那个白剑生，我们俩也没了。啥？南派的？这事儿你听我慢慢给你讲。我们当时啊，就这样，山魈一下子就被控制了。没有想到这些南派的人也有重情重义之人啊！哼，那人当真是白春点的后代？是啊，不应该啊！他说他是个土工，可南派有名有姓的土工咱们都认识。这个白剑生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我也没有。至于那个治国臣，我倒是有点印象，是跟赵洪水混了。算了，人都没了，惦记他干啥？咱们走吧。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云峰，你可不要觉得咱们忘恩负义。这北派跟南派水火不容，都是背后相互捅刀子的主。没错，云峰，之前洪杰的父亲老陈就是被南派来联手黑吃黑做局，让人活埋在了西藏那边。怪不得洪杰不信那个白剑生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父亲的仇，我一定要变本加厉的讨回来。只要我赚够了钱，攒了足够多的人脉，我一定要让我父亲在九泉瞑目。洪杰，看开点吧，咱们都在江湖的最底层，就算咱们拼了自己的性命，也撼动不了那些参天大树，咱们就认命吧。命？什么命啊？啊！我只要有钱有人脉，我就能报仇。
1个亿不够，我就2个亿；2个亿不够，我就3个亿。江湖上没人敢惹他们，我陈红敢。大哥，红姐惹的是谁啊？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们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组织，一群处在江湖最上层的奇人。八大怪比八大怪还要恐怖，连姚家都惹不起。以后你就懂了。好吧。哎，对了，我之前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不知道是不是主墓室？我觉得不是。你是想说，这墓中有花园，有祭台，还有这幅周穆王八骏图。我怀疑这界侯是按照帝王的规格为自己下葬。既然是周代帝王葬礼，那应该还有天子专属的九鼎七簋。那就是说，咱们要找到主墓，还要先找到九鼎七簋。没错。我觉得云峰说的有道理。那咱们就先去看看，跟我来。走。刚炸开的，还没来得及进去，寻思先找你们，顺便散散味儿。那还等啥？走吧。大哥，我先进去看看情况，你们在这等我。大哥，是关国，我看到关国了。关国，找到主墓了，咱们快进去。走走走。三哥，这里面怎么这么冷啊？大哥，你看这个关国的外形，颜色像不像之前那个白砗磲啊？白砗磲？那不应该，那玩意儿它能做棺材。大哥，三哥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历史中记载了一件事。《尚书大传》中提到过，继周文王姬昌被商纣王囚禁后，有一位商代的贵人，为了救姬昌，特意献给了纣王一件砗磲之宝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位商代贵族献给商纣王的那件砗磲之宝，就是眼前的这个白棺椁？如果咱们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位介侯跟周文王有关系。没错，只是这没有九鼎七簋，这棺椁不是介侯的。管那么多干啥？我现在就先把它撬开。二哥！二哥，洛儿！二哥，你咋了？你怎么躺在棺材里面了？你快醒醒！是哪个把你弄成这个样子了吗？可是这事是不是应该弄进去的？二哥，行了，别哭了，赶紧把老二弄出来。哦，弄出来，弄出来！来，慢点。是那个挨千刀的把你当血包了？
伸住老二，小心他那个管子！我们先离开这里，把老二送医院。鱼儿，这烟有毒，快捂住鼻子！这烟毒性太大。各位，别来无恙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红姐，大哥，三哥，小哥哥，白土公，你没死啊？年轻就是好啊，醒得真快。只可惜呀，你经验不足，我略施小计，你就上当了。干嘛给我绑上？赶紧给我解开！老大啊，看看这小子适合不适合当祭品呢？那个孙老二真不行啊，放了5、6个月的血，木门都没打开。剑生啊，什么？这就是你故意引我来的年轻人？没错，这小子是个厨，童子血，季侯肯定喜欢，没准儿这主木门就打开了。据长生会古籍记载，那介侯当年用神秘方法让自己尸身不朽，变为永生的吸血怪物前，便是在童子血中泡了749天。用童子血引诱，确实有更大的概率让介侯躁动，从而为了血食，主动打开啄木大门。你骗我！红姐，老大老三呢？那2个废物当然是抓起来留着喂介侯了嘛。所以你一开始接近我们，装疯卖傻，就是为了让我和云峰打消对你的顾虑。没错。那2只山魈也是你驯服的，他们吃的尸体都是你喂的。聪明。我为了训练那几只畜生，我天天说书给他们听，而目的就是引你们来这里见棺材的。你个畜生！白土公，我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也听到了，拿你的童子血喂介侯啊！为什么找我？你又傻了吧？所有人都算上，就你是童子。啰嗦什么？动手！你要干什么？北派的2位，闻了香就想上路吧？啊！可是我不是厨了。云峰，滚蛋！妈的！敢问阁下，就是苏秦背剑小柳头吧？身为长春会的人，跟这帮南派的耗子在一起，也不怕掉了身份？你妈眼力不低呀，竟然知道长春会和老夫的名号。明洪武3年，
长春会成立，会内精通风水、道门、千门、医门，传武者过千。民国27年，地质炮全88老人接任掌门，镇压白莲教和天地会。70年代末，道上有传言说长春会解散，我就知道如此庞然大物只会隐退，怎会解散？没想到你这年轻女娃知道的还不少哎！我父亲的死和你们长春会脱不了关系。哦，你父亲是谁？陈小黑死在了大漠。你爷爷是8大怪北平洋桥的没马眼镜陈。没错。剑生，这女娃不能杀，暂时控制起来，出去以后放了。老大人，这女子叫陈红，在北派挺有名的，你放了她，我们南派麻烦就大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这次合作只是各取所需，你要是多嘴，那就连你一起杀。剑生莽撞了，大人莫怪。等我们办完事以后，我就把那女人放了。那小子呢？丢到棺材里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不仅要放了我，也要放了他。女娃，留你一条命是看在没马眼镜陈的面子上。当年在长春会，老陈只身赴会，一个人杀光了伪军连队的指挥官，此乃大义。动手！小凤，你们放了他，快放了他！小凤，走吧，准备下一场戏。你们！放开我！年轻人，临死前我送你一句话：江湖险恶，人心如针。我这是在棺材里。这群畜生居然要把我献祭！该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东西就当做护身符吧。好险！好险！好险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暗防小人，明防小虫。地宫阴藏，当心当心。玉姐怎么会知道这一切？而且刚才那些粉末，也是早有准备。难道
早就知道这一切。不管怎么说，先出去再说。这地宫真是扑朔迷离。哎，陈哥，这界侯尸体要是真能吸人血复活的话，咱们是不是就赚大发了？这长春会的真大胆意思，咱们只要把那干尸给他，您就能从8小门晋升到4大门，我也能加入长春会，就是不安的马子了。你进长春会就为了泡马子啊？一大男人能不能智商大点你？陈哥，您这迷魂香是真厉害，那么快就把他们全迷晕了？那当然，我假意欺骗他们，就是想引诱向云峰入局，献祭给界侯，从而打开真正的界侯大门。啊？您是说，刚才那个墓室并不是主墓？当然不是。主墓是要靠人血献祭破解。哦，所以你刚才才把那小子丢入棺椁中。你是说，这就是界侯的女儿？界侯生前十分宠爱他这个女儿，所以死以后也把她变成了怪物，还把她留在木门上面守门。这事儿真有这么邪乎啊？哎，三儿，小心点儿！我看你这么好奇，我允许你看一眼啊，就看一眼。真的？真的呀！别碰水就行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想让我进长春会？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白剑生的！呸！这白剑生好狠的心呐！三儿，你下去了，替我给治国臣和后勤带句话，就说我白剑生想他们俩了。不行，大哥、三哥、红姐都在他的手上，我得跟上去。进行的怎么样了？这界侯女儿的组织样本几乎没有水分，但其部分细胞依然还有活性，这很奇怪。把我们请过来，到底让我们研究些什么？你话太多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啥？别冲动，老师让我看着你，就怕你犯傻。老板，放心吧，再有2、3天就能提炼出你想要的东西。只能给你们1天，逾期后果自负。哼！老大人，慢走啊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去放便，你要跟着啊？那不至于，我就给你10分钟，快点！别动！
小心我割破你的喉咙！你是谁？我是香港的警察，来调查这里的事情。警察，你能不能带我离开这里？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，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具体做什么我也不清楚。但是这瓶蓝药水是我从那些奇怪物质上面提出来的。你知道这里很危险吗？知道，所以我才想离开这里。我可以带你们活着离开顺德，但是你要答应我的条件。你说什么条件？让我混进你们的队伍，你做我的内应。如果我们出去了，你不会找我们坐牢吧？不会。好，我帮你。记住了，此件事了，你们离开，从此我们天南海北再不相见。记住了，走。哎，你们俩不会那个啥去了吧？少贫嘴。对了，最后关头，我们需要一个女人，活着的。你意思是说找活人做实验？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反正到时候你交不了差，别怪我啊。等着，我给你找人。哼，小安，你这是？师兄，你就别管了，这是老师交代的步骤。希望能救回红姐。放开我！成功了！哼！放开我！人给你带来了。好吧，你出去等吧。别给我耍花样，有结果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哼！不就是几个小鸡仔吗？想要上老娘，一起来啊！放开我！是我，云峰。云峰，真的是你！姐没白疼你，就知道你靠谱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嘘，这是为了我命。那老史呢？放心，人没事。云峰，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啊？我知道宋老大他们被关在那儿，我们怎么救他？听我说。不行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小柳头他们武艺十分高强，富贵险中求，只能赌一把了。可是就算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这个地宫太大了。对啊，这该怎么出去呢？这面打雷了，看来外面下了一场暴雨。雷，没错，就是雷。云峰，你不会是想……没错，我要听雷。不可能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完成的，必须要有极强的天赋。你不仅能控制自己的耳朵，你还要有非常灵敏的听力。红姐，你说的这些天赋，我都有。啊？是王把头教你的？没错。各位，听我说，咱们帮云峰把门口的这个缸挪到空地去，千万不要被发现了。好，走。走。就这儿吧。
这办法有用吗？别到时候我们白忙活一场，被他们赚了回去。不懂就别瞎说。云芳，既然把头交过你，我相信你。帮我望风。不行啊，还不够啊！我找到了。怎么样？那个方向的回音不一样，出口应该就在那里。既然出口找到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救人。两位，你们是自己走，还是？我和小安带着老许先走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分开吧。希望我们都能活着出去。希望吧。夏云峰，这是我从那不朽尸体上提炼出来的，也是他们一直想要得到的永生药水。现在它属于你了。哎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尸体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个尸体浑身流脓水，头发长得很长，个子很矮，没穿衣服，好像是一个小老太婆。是她！我想起来了，当时白剑生说过，二哥躺进去的棺材，原先的主人是界侯的女儿。你见到过她？之前见到过。不对，我又想起来了。云峰，你身后站着一个饿死的没老太婆。难道这是个局？你在说什么呢，云芳？云芳，没事，可能是我的错觉吧。哎，这东西你就这么给我了，不心疼吗？因为我想干干净净的走。这种禁忌的科学钥匙，如果流出去了，我永生不安。我知道了，再见。不，再也不见。那就试一下，走吧。红姐，你确定是这儿？都没有人看守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往前走，前面就是了。红姐，你小心点啊，这附近可能有人。红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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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人呢？红姐，红姐，你人呢？红姐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，红姐！我问你怎么不回话呀？红姐！红姐，红姐，你怎么了？红姐，你怎么了？红姐，走，红姐，走啊，红姐，走！哎呀，你小子挺有能耐呀，居然能从蛇库里跑出来，也不枉我们费尽心机来逮你。红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娃娃，我帮你介绍一下，
这位是八小门鸟口金传人温云姑娘。鸟口金擅长训练猫头鹰和野瑶，只要人之前吞下纸儿金，温云姑娘便可通过鸟叫声控制这人的基本行动。这也算是旧社会奇门技巧的一种。所以你们早就控制了红姐？没错。你们这么费心在暗中做局，不单单是想耍我玩吧？我们还没那么无聊，小子，你不过是只鱼饵，用来钓你背后的大鱼。我背后的大鱼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那几个研究员呢？已经去抓了。希望地宫里的东西有用，能让副会长大人再多活几年。否则的话，江湖上又要不太平。这什么？纸儿金，只要你想跑，我的猫头鹰就能控制你。红姐，红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纸儿金真厉害，居然能控制人。小风，你听说过一个叫鹧鸪哨的男人吗？鹧鸪哨，就是能学天下所有鸟叫的盗墓贼。没错，就是他们。他们这一脉啊，原来是皮好，就是变戏法的。男的叫鹧鸪哨，女的叫鹧鸪婆。哎，来头真大。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以后都会被控制了？无妨，只要我们能出去，姐认识几个人，能解这纸儿金。好，我们一定能出去，信我。只可惜，我父亲没有把美马刀传给我，不然我父亲死的时候，我必提刀北上。我会杀去东北，杀去长春会。我要杀光那帮老不死的，杀光那帮害死我全家的人。我要杀了他们。红姐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道上臭名昭著、风流成性的陈红，她只是一个受伤的女人。可惜我少年入行，从未接触过他口中所谓的江湖。我能做的只有拥抱他，拥抱那段死亡与泪水的过去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安研究员，你们这群畜生！怎么了？人死了！真的死了！你们这群王八蛋！哎呀，我们长春会虽说杀人如麻，但也不至于为难一个普通人。他呀，是被介侯女儿杀死的。什么？呸！他奶奶的，早就研究出来了永生的药水，哎，还在那儿装。这下好了，被介侯的女儿误吞，变成怪物了。那药水能让尸体变成怪物？哎，别急，等我利用完你们，
也把你们喂给怪物。你，他们要找的很可能是这个。小芳啊，这瓶药水你藏好。哦。嘘，咋了？有人来了。这该死的白金生！云峰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是你，玉姐？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你不是早就离开顺德了吗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说来话长，你们先跟我走吧。哎，咋走？你怕不是忘了咱们的老本行了？你是说挖出去？没错，走吧。哎，他们跑了！找死！玉姐，我拉你走。追！站住！拿着。追！站那！快跑！他奶奶的，这白发的耗子还真贼呀！看来这条鱼不小啊，有多大？不比我差。没事了，他们应该不会追上来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说来话长，孙家兄弟呢？被人抓走了，不知道现在被关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我当初劝过你们，你们不听。事到如今也怨不得别人。走吧，去见见把头。哎，把头？他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你们做的事儿能瞒得过把头吧？原来这一切都是把头设的局。把头了解孙家兄弟的秉性，知道他们一定会下目，所以就找我做了这个局。但是这个局的具体计划，只有把头自己知道。可现在不光是南北派之争，长春会小柳头也介入了，还涉及香港的医药集团，这些你跟把头都知道吗？当然，这里是地宫的夹层，我在这里生活了3、4个月，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那不对啊，既然是地宫的夹层，你不会知道外面的情况啊。我要帮手帮忙打探消息。后花园的山魈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姚家还懂得驯兽之术？我可没这个本事。陈红，你应该在道上听说过祁柳这号人物吧？没见过，有所耳闻。祁柳耍猴的招牌，在天津卫很出名。据江湖传闻，祁柳驯兽的把戏，这个本领是他们祖传的。没错，这山魈就是祁柳家后人训的，借了血的。哎，这江湖也太复杂了，下套做局，有明有暗。原来我们这些人一直都是小柳头和把头之间的棋子啊！你们自愿的，我劝过了。那把头呢？把头现在人在哪儿？对啊，能活下来就能见到他们。你们在哪儿啊？他们来了，走这边，走。杰哥，这帮人动作也太快了，怎么都这么赶了？愣是连人影都没见着。给我接着追！啊，是那边。逃过一劫，
玉门，刚刚那么好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开枪？那个叫剑阁的，在长春会有个干爹，把头说过，不要轻易得罪此人。他干爹是谁啊？能让把头这么忌惮？他干爹现在在精神病院，这人姓谢。什么？混世魔王谢启荣？谢启荣，这又是谁啊？这谢启荣是长春会的人，当年他杀了燕子李三的一位后人全家，还糟蹋了其妻女。后来这事儿被李三的另一位传人北平刘星王少元得知，两人在关外大战。后来他赢了，他败了啊，还被挖走了一对双眼。后来长春会得知此事，派出足足7位高手，才清理门户。只是没想到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还活着。知道的还不少，看来没少打听长春会的情报啊。哼，杀父之仇。理解。走吧，跟我来。北派杨玉门，我带我叔叔姚文忠向齐冷家问声好。姑娘不必客气了，叫我柳玉山就行了。把头和那2位呢？这不来了吗？把头，小云峰，好久不见呐！王先生，这就是你提到过的小伙儿吧？刘爷，这是湘西来的赵爷，赶尸匠。赵爷，云峰小红，是不是后悔了？后悔当初没听我的劝告？这不是太冲动了吗？我们错了，把头，我们只是想找到老二。江湖险恶呀，云峰小红，这次就当是长记性了。知道了。那长春会不好惹，我王显生也不是吃素的。这个仇我肯定会报。把头，你真考虑好了？这事儿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不管我们能不能救出孙家兄弟，这可都算是得罪了长春会啊。小红，整件事都不是我们主动的，是他们有些欺人太甚。你知道，要是这会儿老二在，他会说句什么吗？他肯定会说：“我去他娘的！”对了，把头，容我说句，你们花费这么多钱请我们出山，不会也是为了想要借猴尸身吧？我对成为老怪物不感兴趣。那你想要啥？我王先生纵横一生，与人斗够了，我要跟天斗。借猴的尸身不符，据说是靠着一块天外云铁的碎片，这就是我需要的东西。疯子，不会是想拼出那云铁吧？不凑齐那块云铁，怎么知道万年前神灵的秘密？你就是个老疯子。好了，去见见剑侯吧。东西都已经备好了，只要确定了大概位置就好办。那还等啥？走吧。走。在哪儿？
原来你们也在找界侯墓，可惜咱们打不开了。为啥？当时白剑生说过，要有童子血才能打开主墓穴的大门。可是之前借钱的那个晚上，我就已经不是童子了。把头，你笑什么？云峰啊，你就没想过那天我为什么要你睡了那女孩吗？这不会也是你的局吧？没错。若是你现在还是个雏，那长春会已经打开主墓，带走界侯尸体了。到时候咱们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也就是说，您提前让我破处，就是为了防止长春会提前开关？没错。把头，您真是神了！您这局做的真是环环相扣。好了，王把头，拿出童子血，准备打开主墓大门吧。哎，这童子血哪来的？那天晚上你病重，我偷偷抽出来的，保存这么久，可费了我老大劲儿啊！还有新人吗？傻小子，跟我王把头好好学。是时候去见见界侯了。走。这是老海狗配的驱蛇香，四脚蛇闻到这香味儿就得躲得远远的，哪儿还敢出来捣乱呢？极阴地，看来是找对地方了。死人若是在这地方躺上2000年，想不成为阴姿尸都难呐！哼，这主够狠呐，把自己子孙18代都给陪葬了。各位，界侯棺椁就在那儿。等等，不对劲儿，你们先停下来。怎么了，刘爷？界侯，是界侯女儿！什么鬼东西？看来咱们挖了他父亲的墓，他不高兴了。好一对父女情深，死后1000年也不忘守护父亲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还活着？去
怪了，这不是骑士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哎，云芳，之前白剑生说过，界侯的女儿误涂了蓝药水。没错，当时我就怀疑是这蓝药水的问题。什么？蓝药水儿？云芳，拿出来。怎么回事？大头，我猜这个蓝药水才是长春会他们那些人一直想要的东西。你是说这蓝药水能让尸体活过来？不是活过来，是变成妖。妖也算是活物啊！看来小红的猜测没错。哼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咱们开棺。这是钥匙孔。哎，云芳，你看这个形状，像不像白剑生的醒目？他奶奶的，这帮南派的老鼠真他妈阴！背后说人坏话可不是好习惯呢。白剑生，白剑生，快跑！那伙人来了！跑，小子，往哪儿跑？往地下钻呐！哼，记住，看我的指示。汝等何人？北派王显生。王显生是吧？我知道你，不愧是打洞出身，很能藏啊！怎么出来了？要跟老头子我拼刺刀？老大人，咱们来了这么多的高手，剑哥温家也在，就这帮北派的钻洞老鼠，你敢给我们滋养？没错，长春会我们不敢惹，我们也的确是老鼠，不过嘛，这老鼠急眼了也能吃人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。老苏秦呐，咱们有10多年没见了吧？现在我虽然不在长春会了，可是有时候还是挺想念你这个老小子的。乞丐刘，你这老东西居然在这儿！怎么不服啊？那咱们可以比试一下，看是你衣服里藏着那33把飞刀快，还是我的剑快？我这里的高手可不止一个人啊！哦，谁告诉你我只有一个人？在下齐柳家柳玉山。齐柳家，100年前关中大旱，到日本军粮救百姓的齐柳家，算你倒是识相。你们为国为民，最后被日本人满门抄斩，此等壮举，谁敢遗忘？那边那位应该就是湘西赶尸的赵家吧？不才一个小人物，让你小看了。你们祖上可是给李顺将军收尸的大人物，我们可不敢小看。怎么样？那还打吗？可以不打，但是让我试试你的剑。哎呦，老东西，本事没落呀！哼，都20年没人能靠近我了。哼，这次算平局，打下去也没意思。说说你们的条件吧。我们条件简单，把孙家3兄弟交出来，然后
青铜棺里的东西分我们一半。就这些，没问题。大人，咱们这么多人，凭什么跟他分呀？直接弄死他了！再多嘴，废人！我们只要棺材里的尸体，陪葬品呢，归你们。好，成交。把人带上来。走，走，快点！大哥，二哥，三哥，老头，云峰，红姐，没想到我们还能活着见到你们。行了，别叙旧了，赶紧开棺吧。白剑生，把钥匙给他们。知道了。云峰，把头，棺材你来开。知道了，把头。少爷，您看这是什么情况？金钵下面的尸体，不会是阴自尸吧？太可怕了！什么？云峰，怎么了，玉姐？过来。一线阴，一线阴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云峰，你听着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你转身就跑，跑到你听雷的出口去。好。妈的！磨叽什么呀？赶紧整啊！都别碰啊！都别碰！阁下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清楚？千年不烂，毛发重生，地下7尺阴地，这尸体已经成了阴姿，一旦沾染人气，就会立马起尸。一旦阴姿起尸，你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吗？我们既然敢来，岂会没有准备？捆尸绳？小子，你是从湘西过来的，祖上可有姓名？回少爷，家父秦壁虎，爷爷是秦守礼。哦，老秦家镇守一方，从不参与江湖上的党派之争，世世代代隐居在虎丘山下。怎么，照了你这一脉？回少爷，先辈们固守城规许久，到了我这一辈，犯不着再让老秦家的子孙后代们跟着吃苦。我有能力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哼，怎么如此堕落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少爷，还请您行个方便，让开道路。
先前我就捆过一个小的，如此捆一个老的，自然也是不在话下。就算沾上了人气起了尸，凭我老秦家家传绝学，我也一定能把他给镇住。哎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这人家门不简单呐！他现在正在戴手套，他戴着这个手套啊，可不是普通的手套，是用竹碎炮和小苏打制成的。戴上这个手套啊，能够隔绝手上的人气，防止起尸。来人！一口气起来了。他奶奶的，比死猪还沉！来，哎，捆尸生捆尸，黄覆面遮头，青竹竿穿身。如此一来，这阴子尸，不见天不落地，根本不沾人迹啊！真不愧是秦必火的儿子呀，身手不凡呐！长春会要的东西已经到手，我对其他的东西已经没兴趣了，杀他们！云峰，你之前听来的方向在哪？在西北方向。所有人跟着云峰走。解侯的秘密关乎副会长的性命，绝不能走漏风声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走！不好，烟雾有毒！不好，他跑了，快追！追！把头，咱们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刚刚他们可是要了我们的命啊！放心，我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小德，那里。果然找到了，看来当初让云峰听雷，果然管用。把头，您这听雷当初是故意交给我的？当然，从见到你第一眼起，我就开始布局解侯行宫了。你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还有一颗痣，姚姑娘，还有这长春会，全在我的局中，而我也稳坐钓鱼台，坐收渔翁之利。论做局的本事，我服你。从这儿出去，能爬到地面，离着我们之前下来的盗洞还有一段距离。姚姑娘，东西检查的怎么样了？黄把头，东西还在，一共37根雷管，一次性引爆的话，足以炸塌山洞。别想跑！杀了他们！他们来了！别怕，你们先走，我来引爆雷管。
哼哼，这里的路一旦封死，足够那帮人喝一壶的。这就是你说的计划？没错。把头，你这局做的真绝了！快走！走。快撤！哎，把头出来了。没事吧？把头，你动我的人，我封你的路。这一手釜底抽薪，我看你们怎么活！哎呀，去！终于看见太阳了。各位，车在山下已经准备好了。老兄弟们，该走了。王把头，这次我帮你也算是还人情了。小柳头死了最好，要是没死，你们定会受到长春会的报复。尤其是那个什么剑哥的干爹是谢启荣，以后碰到什么麻烦，直接到河北邯郸的赵王宾馆找我。到了那里，我可保你们周全。多谢。哎，山水有相逢，我们择日再见。走了走了，再见再见。各位，保重保重。江湖见。好嘞，江湖见。咱们去哪儿？首尾离开顺德。此番以身作举，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我想要的云帖已经拿到手了。你可想好了，你要对抗的很可能是神灵。我王先生一辈子做局，别说神，就是玉皇大帝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。走，走。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灵异事件，一切都是假的。没错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古代墓葬机关配合致幻剂引起的。至于那复活的尸体，我检测过，这药水富含一种神秘的能量，很可能跟古代那次陨石坠落有关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世上哪儿有什么鬼？人心呐，比鬼恶毒多了。老大，接下来你们怎么决定？这趟活儿让我们觉得心里有愧，我决定带着老二去自首。我也想，但可惜啊，我还有大业没有完成。等我完成了，就去找你们。好。那人联系好了吗？联系好了。那人是谁？鬼手断龙脉，北派盗墓行里的地下皇姚文忠。请。师爷，师爷。王某已经备好了酒席。自从上次床交会上一别，我一直想跟师爷促膝长谈。不急，王把头，这里的事情我外甥女都跟我说了，真精彩呀！哎呀，这件东西我王显生也是第一次见呐。
要不是我准备的充足，恐怕我们都得蛇里面。说正事吧。这是周文王的宝贝，王八头，这次你要发了。发不了财啦，这事儿太大了，我决定把这些东西捐出去，还要把墓穴的位置也上报出去。既然你都决定好了，叫我来干什么？我担心呐，小柳头那些人没死透，所以我准备去香港躲一阵儿，想借您的人脉。也不是不行。钱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云峰，把头，顺德这个地方，我们估计这辈子是不会回来了，去做个告别。另外，之前打你的那些人，我都已经断了他们的手。谢谢把头。去跟你的小女朋友道个别。哎，萧元峰，是你吗？萧元峰，你为什么不敢敲门？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你还会回来吗？应该不回来了。钱呢？我借的5万块钱，你不回来要了吗？你不去上学了吗？不了，那钱我不要了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其实我不是什么大学生，我家乡是在漠河，我只上到初2就没上了。我早就知道，因为我就在上大2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救了我一命，又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不会忘了你的。谢谢你，萧元峰。那我以后去哪儿找你啊？去漠河舞厅等我吧，等我功成名就，我一定会回到那里。那我以后就在那儿等你。臭小子，别感慨了，跟我去香港躲一阵，还会回来的。这小子就是你徒弟啊？还不错吧？小伙子，别担心，虽然文物上交了，但是姚爷可以教你鉴宝，保准你在古玩圈混得风生水起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过年岂不是可以开着大奔回家了？何止是大奔呐，回去盖个洋房，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这有钱呢就早点享受。现在这长春会8大怪、尹氏家族、3教9流，这些旧时代的老东西啊，都冒头了。哎呀，这江湖啊，要乱套了。3天后啊，我们去了香港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
但这都是后话。现在我要说的是界侯戴子木。虽然我逃了出来，可其中的谜团却伴随我半生，直到多年后才得以解开。而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，这座江湖里每个人都是棋子，被江水推动，不死不休。人跑了，追下去，杀他们！是。